带啥？带咧蛋啊！你知影蛋的啥物人要来啊？大咖呢？大卡配音界的配，我唔知卡大。你等下问伊看伊会穿几号？配音界的人呢？啊对啊我的梦想呢？我嘛就期待。毋知等下当就是配，毋是配，会当分一两个就是配音的工作我做无？你甲问啊？我做想要就是配一个路边的角色是创啥？拜托我来台语台，你会记我的梦想无？我毋知。进前就是讲我要唱歌啊，哇，甲阮洪善良啊唱歌啊，爱跟达成啊，对啊。进前想讲啊，搁要配一个台语的放假，我是无配着放假本人，就是无配着放假的预告。哦，即摆若个完成，我配放假的梦想了。听没有？后边就要离开咯。安尼，以你的角度是要互我达成梦想，还是安怎？还是就是放咧互喏？我若离开了，你会毋甘无？好啊，你就是想较久诶，好，无想要甲你讲落啊。好啦，我现在要去找工课。你记者啊？我今日就艰苦诶，无变你莫走。这时阵你就是要用配音咧放感情落去啊。后边你莫走，我会毋甘。我完全无感受到你的情绪啦。好啦，这个人你无适合做配音员啦。咱等下无你开当甲迄配音老师问一寡就是配音的感情，对感情带真重是要安怎处理啦吼。听没有你嘛看到咱的标题啊，电影派对卡毋是电影，离咱这部派对卡空明报存嘛已经2礼拜啊。毋知影恁看台语版的心得是啥款？欢迎留话留言，还是讲写批来甲阮分享。对啊，无你看阮伫后一摆小编听你讲，就会当甲你的心得念出来哦。想要互你的文字上节目的，赶紧来。好，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台来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白边，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今日拢免切迄奇怪物件都走出来。妹妹，是啊，听众朋友啊，今日这集大家要先注意一下声音的部分。虽然讲我加大的时阵会特别注意，但是我嘛毋知影讲到底4个查某人讲，我都甲这间触电甲掀起。先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已经要掀起，来，咱正平先开始介绍好啊！来，正平这位，请问你是？嗨，大家好，我叫做尤晶，我是配音员尤晶，嘛有人知影讲我叫做营养姐姐，耶！营养姐姐你好，嗨，听讲咱两个是网友，对，今日总算是网友见面会，系啊，但是。网友见面会了，伊拄车顶行出来，迄个关度呢，跟我想的无共款。听众朋友是啥物关度咧？人生的关度啦。人生的关度，咱有偌咱来再甲问来倒边这位。嗨，大家好，我是木酸饼，我是配音员木酸饼。大家好，今日想要邀请到恁两个来到阮这个。袂使讲家己是贵宝地咧，来到阮即个普龙宫的所在，来甲阮开讲。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恰恰叽叽叽叽锵锵，叽叽叽叽锵锵，哎呀，怎么跳跳？你会当较配合一点嘛？你会当加一稳无？袂当。即间房间内底爱是有一个冷静的就对啊。是。听众朋友，恁就已经知影我咧唱啥？派对卡孔明的配音员呐，来到现场啊啦！哇，大家好，我知影邀请，我知影是 echo， 毋是 echo。嘿对，我迄天伫念的时候讲啊，迄个叫啥名？袂记得迄个英语的，袂记得日语的名叫啥？我伫遐讲啊，就迄 echo 啊，伊就随讲迄 echo， 无啦 ，echo 是迄啦，嘿对 ，echo 是另外一出，歌手，伊嘛是歌手，但是已经翘起啊。剧透啊，讲伤远啊！好，咱无要紧，直接进入主题。我今日等下演节的去到别个所在。首先，咱先来问恁两位，听讲营养姐姐是算是领班对无？对，算是台语的部分的领班，领班对。安尼咱就一个讲领班的部分，一个讲配音员的部分，安尼两个普通去分配安尼，好无？好，但是你要一个人甲讲，你要不要互伊讲的嘛是可以噶，嘛是可以。就是爱那个演登记的时间就对，当变成2集表，然后免运讲伊想要来领2集的钱。好啦，好来，营养姐姐请
其实领班的部分就是我摕到即个接到即个 case 了后，就会先了解即个规个剧情，嘛会去选讲是倒一个配音员较适合来配即个角色，主要是主角的部分，才请我感觉适合的配音员来试音，来互电视台来选角。另外呢，我嘛会看内底的角色有啥物人，我就会继续来选配音员，来一空一空甲补起来，一空一空甲补起来，概念。所以意思就是讲，其实你看过做侪电视、电影、漫画呢，全部就是摕着，你得先看过一遍吼。有时阵无法度规个看过，只是讲即个派对卡孔明，伊伫日本伫放送的时阵，我就是有全部拢看过，所以就较了解内底剧情啊、发展啊。是，但是东吹这刚才在讲，东吹是有一个气声的版本，对不？迄个版本我感觉讲袂使孔明，迄个。毋过内底嘛是两个选一个嘛是有选。有选着，但是一开始迄当阵试的时阵，可能较严肃。我感觉较无像，就是我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迷众，所以我当阵想讲较无共款。因为气内底人总是啊，想听点，你哪里无听啊？分部门呢？因为试音的时阵，其实来试音的人袂了解所有的剧情、所有的剧本，伊是阮敢若经一段尔，迄段有可能毋是第一集的，是中的。虽然知影讲是孔明，毋过毋知影即个规个伊是安怎会做诶，现代安怎啊，什么安尼，对，所以就较无迄个尴尬，对，情景对啦，较无像阮诶口面。敢有譬如讲选角对有啥物问题？譬如讲你敢想要，你想要即个声音，但是迄个人无用，敢有？嘛是有啊，有时阵会拄着讲迄当阵，或者是讲伊可能一两个月后就会出国。想过无用啊，已经讲伊要出国啊，我就知影讲可能配音的时阵，袂赴，安尼就爱搁找一个。敢咱拄过，譬如讲伊要出国，所以你就先叫伊甲伊全部配了安尼。毋过嘛爱看，因为其实规个流程是足长诶。头前有一寡老师要先翻译即个作业时间，嘛无一定讲会当完全来配合。所以两位拢看有台文字咯。有。我是看有嘿。敢有去上台语课？伊嘛是有。我看有尔，我袂晓写。就没有来甲恁头前甲恁科普一下，两位拢是阮台语真优秀的配音员，真侪台语的戏内底也是讲啥物，有啦，等下宣明讲伊伫咱公司趁真侪钱。啥物作品？付出真侪拍拼，趁真侪钱，唱过真侪歌，迄啥物水果冰淇淋，有无啊？还有迄啥物腰果小学堂，咱这是咧配音拍广告呢，我等下敲电话甲伊收钱。低调，我应该讲是华语甲台语我拢有，所以甲恁合作真侪啦。所以就是趁够较侪钱诶，付出够较侪拍拼，认真拍拼，趁台票。好，安尼想要问讲是安怎，他都配音员来去做领班，无你较说明嘛，就想要知影，我嘛就想要知影，想安怎有他都会当来去做领班。其实迄嘛是靠录音室来牵成啦，因为像讲宣明伊本身嘛是领班，伊嘛是有领台语台的漫画的 case，我第一个 case 就是做配音员。你啥无找我咧？你太差你当阵也无熟悉，也无缘分，走不如嘛。有够菜啊！你有感觉做菜啊？我根本冻没掉啊！你就点睛的呢？伊就是平常时就是即种啊，伊就是我伤菜的时阵会甲我主动，但是今仔日就是各两个人陪我做的菜，伊即马可能毋知影要安怎才好了。伊歹势甲阮主动着，伊歹势甲恁主动，所以就会当趁这个机会学白菜。其实就是每一个配音员拢会当做一个领班的意思，对无？拢有机会所以就变成讲，今日我若是我想要做领班，就是我甲某一间录音室合作，还是我爱家己去接 case 安尼，因为大家应该对我咧讲啥？对配音员的工作无遐尔了解，对，伊毋知要对入去。
顶礼拜学你的啦，顶礼拜学你的。我感觉是应该是电视台，就是客户去找录音室，录音室去找适合的人，因为嘛，毋是每一个配音员拢介意做领班，领班较辛苦，因为你爱准备真侪行程的工程，譬如讲你爱准备歌啊，爱准备敲班的时间啊，看大家时间安怎排啊，还有甲客户安怎联络，这代志毋是足侪人爱做，其实行政的工作是真侪。我一世人可能无法度做领班哦，你无法度，因为我是一个数学问题的人啊。譬如讲，今日要敲一个时间，迄几点加起来，甲几点我可能算袂好。哎呀，我这啥物工课拢无法度做啊。好安尼说明嘛，讲一个就是你做配音员的。对啊，敢有人问过就是这种问题，恁是安怎变做一个配音员的？敢有人问过这种问题？我要爱的是独家哈，恁可以讲一寡独家出来。独家哦，对啊对啊，哦，敢若恁遮有才有，对，才会使讲哦。嘛无啦，其实因为自细汉就对讲话有兴趣，我可能本身就较红声，大家讲你即讲话大家拢会较听会着安尼。对，自细汉就譬如讲就台讲话啊，嘿，都较有自信，有诶无诶，就一路安尼训练，啊尾啊就去上课。我袂使替伊拍广告啊，无啦，花师咱的啦，袂使讲啦，花师训练中心。阮共集团的，所以会使讲。原本是想要做记者，或者是主播迄种，啊，毋过无奈分数收悬，考一个法律系，无考着新闻系，我都袂落啊，都袂落。啊，都所以就对啊，做法律系啊，好好的律师啊，是讲啥物检察官毋去做啊，结果来走来这配音安尼。好好的配音，哪会唔爱做？我对我的工作真骄傲。咱毋是讲配音有一顿无一顿，是安尼讲啦，自由啦。敢有逐工拢有放假他配？嘛无，就看你家己安怎拍拼。我怎甲伊讲诶？我怎甲伊讲诶？你想着我拍游戏诶声？哦对啊，我即只我有利用，厉害无？袂歹，普通。因为伊进前有美少女战士，所以我就利用。你是毋是听？我听无毋知，无影你莫啥。所以就是因为声音安尼，才会想讲要来行配音即抓。嘿，就是去上课了才知影配音是啥。我较早毋知影，因为我感觉迄个人讲话，迄就是迄个人。我无想着讲背后有一个人咧替伊讲话，所以是去上课了后才了解即件代志。啊，原本想要配音嘛，是想要做广告配音。对，因为看电视才知影讲，迄是人咧讲话。网外是网外咧讲话，我无想遐济。结果尾就是缘分啊，缘分，互我开始网牙，佮有戏剧的配音嘛呢。若是缘分啊，佮有天分啊。对啊，做事也有饭要互你食。对。安尼圆仔姐咧，我是就是自细汉是介意表演，对，只不过你看起来应该是马道迄种的啊，只不过就是迄个无奈分数考上悬。基本上都演场，好啊，收票，互伊两个主持就好啊，咱两个来去边啊。咱手牵手，就牵手，就这样。咱朋友两个真正咧牵手，我讲袂对。对，所以就先去读迄个机械系。对，毋过要是感觉讲是家己是真爱表演，对，所以接触到讲原来有配音即种的表演的形式了后，对，来用声音来表演。但是你的身材敢无人找你去走秀还是创啥？我感觉吼，迄个读册比减肥较简单。补充姐，伊是呆机械哦，呆哦，各位听众朋友，呆无呆哦，呆无呆哦，呆哦，啊，所以配音员拢读册悬就对啊。对啊，我歹势讲话。对啊，过来感觉讲想要表演，对啊，因为这个形式就是我嘛是较惊镜头，或者是讲较惊现场。毋过我就了解讲，这个形式其实伊当表演，看到你的面，对，袂受遮个限制，对，袂歹，较自在，转导转导是安怎行入去的？迄个缘分是啥物？无主要就是知影讲有即种课会当上，去上课了后就好。感觉佫是有天分啊！好啦，这条已经结束啊！听到配音员，你就是都是有天分啦。若是想要做配音员的先去网络面顶找一寡上课的课程。若是真正有缘分，佫有天分的，你就会入来即度啊！
好，过来问讲，两位敢是日常生活主本都有咧讲台语，还是讲有学过台文，无哪会想要接这个台语配音的工课？咱拢拄迄辈分较悬的开始，这较悬的迄个，人生较悬的迄个，关度较悬的，我是心管较悬，对，人生的关度啊，人生的关度，有一关就好。对。其实日常的生活，细汉时阵较常讲，因为阮阿嬷伊应该是讲伊无想要学华语，所以我是专台语甲伊讲话，啊，就是住1-20档安尼。对。哦，甲阿嬷讲话，对，所以有一个弟弟的，毋过拢是较日常的即个对话。嘿，嘛是来做配音了后，因为要做台语的配音，才开始学一寡较深的万事万物安怎来讲，嘿，才来豆豆来学安尼。啊，台文就是因为拄开始要学的时阵，发现讲可能有一寡字其实是看无啦，嘿，其实家己真袂晓，爱写起来一寡发音，爱写起来。啊，毋过若是用波波猫，就是写较无遮尔准，所以才开始学遮个台语啊啥，嘿，就豆豆愈学愈有兴趣，就愈来学落安尼。啊，感觉因系啊，可能是呆呆的。啊，感觉因为就是讲，就是边仔写迄拼音嘛，啊，结果去影响到你咧做迄声音表情。其实袂讲遮严重啦，因为对阮遮做配音的来讲，嘿，标准是真重要的代志啊，专业对啊，对。所以我袂当用这做理由，也是就靠讲啊，这上妨碍我看歌还是安怎，这是一定爱做专业的功课。对，安尼我无法度，好，你就无法度来我宣明。哦好，因为我的名我的姓较奇怪无。大概廖总讲我是外省啊，毋过毋是，我是客人啊，甲中华人。中华人，恁中华，中华我伫林诶，我玩林诶，我知我林乡邻好。所以我就是台湾人啊，我就自细汉是讲台语诶。我台语就是嘛是甲阿媽讲啊，爸爸讲安尼，毋是安尼你嘛会晓讲客语？无法度，安尼无法度去做客语配音。安尼根本收无用啊！你已经趁啊侪钱啊，连到开客台嘛要趁，安尼感觉规栋拢互伊趁了了啊！哇，咁要遮尔拍其他人安尼想拼咯。这以后莫搁发办互伊啊，已经3个所在啊！还猜想真有想过哦，真有想过哦。我等下要来甲客台讲啊，迄个细幕的，迄个较细字的，去趁钱。啊，台文我袂晓写，毋过我即摆会晓看，嘛是因为配音工课开始豆豆有伫练的对，真侪字会晓讲，啊，毋过你毋知影写起来是啥物字，所以看过觉得哦，原来这就是写甲安尼就较紧啊。啊，你若看到迄袂晓的字，恁拢去倒位查？用手机啊查。哎呀，手机啊，毋是有一个 app 叫做迄个吹台机啊，是安怎？毋是，你来阮遮你来讲对啊，阮拢用迄教育部迄个。教育哦，因为我爱用这个吹台机，就是因为伊有教育部的台机书店伫咧内底。伊嘛有咧用，伊嘛有用收教育部的啦，台真大书店，啊，我就会安尼对照，讲哦，古早人是可能有即款讲法。书店，嘿，教育部你有听出来，阮这是一个做 real 的节目，就是就算我甲因西讲，叫因讲一个教育部，伊嘛是做老师的，你甲我讲。安尼以后若是有一寡较新的事，敢会使来看一下阮的官方网站的新书。我有偷偷啊留一寡，你想要知影的物件，真啊假的你有留？叫啥物名？我等下特别去甲伊拣出来。敢若有留过啥物班推出甲吧啥物？哦，一个动物的名，因为对我即马就是有这啊，我有印象这个书，什么班腿树啊，吼。哦，有咱敢若有讨论啊，已经有讨论啊。是。到时阵若讨论出来，阮的研究员伊会回批互你，甲你讲迄个物件研究出来是啥物。哦，啊，伊若无用互你才甲我问者。你才甲我问者，我较紧，我拢用问诶，我拢两班就好啊。这你是问伊啊，姐啊，伊啊，姐过来甲我问。赞哦！安尼想要问讲，就是讲声音，就是恁趁钱的工具。平常时敢有啥物保养，还是讲食食有啥物禁忌是绝对袂使做的，有无？像安尼戏戏叫安尼，迄叫应该是无差啦。我感觉是本钱呢，有法度。你逐工安尼声音就开起，我跟你讲。袂啦，爱保护家己啦。讲话时阵袂当安尼，
硬叫啦。对对对，袂当硬用这个脑的这个，所以是发声的位置，嘿，对，功力啦。无啦，一般配都无较音员的专业啊，配音员的后嘛较奶超好动，难超，好动较好用。你是3栋半的会讲，所以真正是天性对诶。啊对啊，就是一直讲，对啦。一般我即马普遍拄着配音员，大家可能拢是声音较大声淡薄，系啊，中气十足。对，对啊，就是咱可能让凊彩的发出一寡奇怪声音安尼。对，我家己是无食咸，较无食咸，无食咸。嘿，啊，毋过做侪配音员嘛介意食咸啊，所以都是看。毋是讲啥物啉酒啊、食薰啊、食咸啊，拢会去影响到因的脑。但是我真正捌听过有的人下班了，就是去食。嘿啊，所以就是看个人啊。食有人食会影响，有人食。无你开食食就是用迄个声音来配音。连到迄个声。系啊，我是有食咸，毋过我无食甜，你无食甜，因为我胃无好，若食甜迄个，对对对要车酸哎，若是我食甜诶，伊食甜伊声喉声，对，迄对我脑是影响诚大，所以我就是较无食甜。啊，含伫喙内底嘛袂使，食糖啊吞落去影响到脑，啊含伫喙敢会。尤其是食迄个鸡讲卵糕啦，鸡卵糕，哦，有迄苦力木的特别严重对无？嗯，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要保护你的脑喉，就是会当食一点仔咸，啊莫食。甜诶，咖啡，莫食伤该使啉咖啡，咖啡会当，咖啡会当，啊迄啉迄拿铁咧。无啦，看个人啊，对啊，也是看个人啊，一项来问吼。无一定啊，阮就是参考两位的意见，啊，就是听众朋友就听因就可能讲安尼吸收啊。啊，有的人若是想要迄种，就是迄种食薰迄种声的，恁就是一直啉酒安尼。咱会用到错，这咱会用到无啦，迄啉酒爱有尊赞吼，啊，食薰就是在个人的哈，身体健康若是出问题，跟就无关系吼。好，过来问选民好啊，就是对你来讲做专啥？对你来讲做全台语的配音，有倒一寡所在感觉是真困难，需要克服的？哦，就这样呢。因为我先开始做台语的配音是，嘛是互鸟班找的，鸟班知影讲我会晓讲台语，啊，就出来去配音。迄时阵，真冲击，因为我之前是华语配音，是，嘿，啊，迄个时阵的台语配音是看华文稿，马马上做翻译，讲做台语安尼。所以我感觉全台语的配音，头一个就是你的语言爱有够好，你爱知影讲安怎即个意思，迄个语感甲迄个思虑啊，对，因为有当时你可能看到华语字字。想袂到台语弹跳有无？弹跳啊，但是你可能毋知影讲台语要哪讲，对，单跳，安尼叫人挂出对，去哦。就是你是爱照你翻的，也是讲你爱去想讲台语安怎讲较适合。啊，这是我正经做全台语配音的时阵拄着的困难，就是我爱知影安怎翻译。啊，即摆的全台语是看台文。哦，等于是讲，应该是讲等于讲我家己免翻译。所以讲时代咧进步，台语的人愈来愈侪啊。即摆以早无人做翻译，配音员本身家己爱翻译，即摆就是有迄专门的翻译老师，会翻译好，恁就是摕稿起来念安尼。是。啊，毋过另外一个困难的部分是，看华文配台语的时阵，你较自由。你安怎讲袂要紧，啊，有一寡讲袂过的，或者是修现代的物件，你就讲华语袂要紧。迄个时阵袂遐尼认真讲，哎，你袂当来这，你一定爱讲做啥物。啊，即马尤其是即届的内底真侪英文是爱保留的，所以你咧讲台语的时阵，你搁爱教英文。哦，喂，做困难咧，跑掉了。对，台语已经八音吗？啊，你搁爱教英文，啊，我英文是爱袂认同迄种，也是爱。而且对，而且我来讲，迄英文，阮平常时你念的时阵，台语念了了，像有诶英文，就即迄种，迄卡掉咧，迄字安尼就伫遐卡掉咧。平常时讲华语的时阵，教英文可能会较自然。啊，不过你讲台语的时阵，你全部头壳内底拢是台语啊，你搁教一个英文，迄到底是？所以 NG 就变较济，敢有？啊，就会较袂认同啊，或者是我知影讲即个英文，我到底是爱发作真标准的，还是普通，就是迄种台湾国语安尼。嘿，对，譬如讲，就是譬如讲，就是 YouTube 安尼。对，你讲一全部拢是台语时，你要讲 YouTube， 你就会变做 YouTube 啊。请问你敢有咧看 YouTube？安尼足奇怪咧，
怪。对啊，对，所以就这是即个配音的时阵我会当体会，遇到困难。其实讲这种平常在访谈的时阵，可能去讲到一寡演技的物件。啊，有的网友就讲，欧边北边，你两个讲的那怪怪。我本来讲，那就是台湾式的发音嘛。我你不用用甲迄个物件改过来，是要来改。对，而且那是一个开讲的节目，轻松开讲，讲像用去教字，迄真正是会怪怪啦。对，这是一摆拄到的困难，因为保留真侪英文，无法度翻的，就会，譬如讲名。啊，即届就是因为音乐版权的代志，所以无法度互你唱歌，你有感觉做无彩的咯？你有做想要唱的无？你是隔壁栋唱啊济啊，赚这个钱啊！我就想要互英主唱的，只不过嘿，我的歌歹唱啦，开始歹唱啦。你知影阮是一个歌手的节目无？现场来唱，咱现场来唱一条歌啊！你的台语歌甲唱落啦，有啥物台语歌你会晓会记？咱来唱者15秒无版权吼，15秒以内，对，真正甲唱落啊！领班唱我死啊，哪有即种？真诶正经诶，两个拢爱唱哦。哦，有影无影？对啊，有影，配音玩你等你啊。唱歌，对啊，阮就想要听配音玩唱歌诶。啦，这你平常是唱迄，你唱迄隔壁栋诶，迄拢安尼，阮就无爱听迄种，我们听迄较无普通。就特别的好无？你平时甲恁朋友你唱啥，你就唱啥，你莫掠甲阮唱迄隔壁栋诶歌我袂听。你要先想，伊啊，这你莫伫边仔看，你要先想，你等下爱唱啥。我就是咧想啊，想讲，系啊，到底是要唱因哪唱的老歌还是伊直接迄个标准叫是哪像看阮两个徛关山看马小台，结果无伊叫人讲伊咧想，无啊？我会使替恁甲即个物件暂停落来。是啦，听众朋友啊，咱拄了一阵乱七八糟以后，咱总算配完做着伊要唱的歌咯，啥物人要先开始啊？我今日袂记得，伊仔这你先开始好啊。好，哈，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若像林茫茫。我明红红，我毋是你平时唱歌是安尼唱的，你莫骗哦！你平时感觉咧唱歌的，你莫毋是你用配音的声唱歌呢？你要用你真正的。我真正就是你平人有一个古早的性格，少女心，爱确定呢。嘿，阮这18岁、19岁毋通甲阮欺骗呢。无即种少女的歌曲，就要用少女的声音唱，较有感觉。你等下说明你嘛要唱少女的歌呀？毋是，我唱悲伤的歌。悲伤的歌，我来开始。手机也毋是你的爱人啊，哪会每一工拢介意蓝条条像咱这好的人，输互手机啊，心内亲像着插头。刷，安尼哦，安尼就安尼哦15秒，那雄雄安尼就甲刷去啊。敢若会当听15秒，无怪是会当去隔壁栋趁钱的人。干嘛呢？我想讲，我会当搁唱一届无？袂话，阮这无加，阮这是唱 one take 哦。对。阮这耳机甲迄间共款的哦。First take，对，阮耳机甲共款啊。你来就来咧。大家好，我今日我咧学迄个讲。大家好，听众朋友，你若毋知你讲啥，去 YouTube 面顶拍 First Take， 蔡依林真正有去，迄当阵安尼唱起来，请起来。咱拄仔讲到倒位啊？无要紧，来继续问问题吼。好，安拄则讲着讲配音爱改稿的代志。想要请问讲名班，啊，咱这边伫咧改稿的时阵，敢有啥物事想无讲要安怎翻做台语的？啊，你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咧？其实吼，因为我的词拢有台语老师先甲我翻过一遍，所以我无即个困扰。毋过我会甲，对，这么好，这毋是阮想要听的好歌。无，毋过吼，我会甲台语老师翻做台语的词来改做英语，改转来英语。哦，因为有的台语老师会甲所有的词拢翻做台语，对。毋过我感觉伫咧现代即个环境内底，应该是有一寡词应该是讲英语。较济语言你难参啦，所以讲就是配起来较自然。对，亲像迄个调酒 Gin Tonic， 我就爱改做 Gin Tonic。无伊原本改啥？就是可能金通尼。金通年，听到没有？我先甲恁介绍一下吼，孔明来得到现代了，伊是去一间酒吧，伊去一间酒吧内底就是做工课，
啊，迄当初就是因为足巧啊，小厉害是一个军师，结果伊学啥物拢啾，就学起来。无论是摒扫、调酒啥物，所以拄则讲了迄个酒名，应该就是即个所在出现的啦。对，啊，还有迄个有一个酒叫做冰沙达克利，所以是台语甲英语相谈做伙啊，这就是我调工改的。啊，嘿，所以迄个孔明就迄段就爱讲冰沙达克利、秘鲁、gin tonic， 佮有罗赖吧。系啊，迄个画面弄出来，伊就是伫遐啾，啊，口气的时阵，啾那个跑出来，所以这我现在是一个观众啦，听这种朋友啊，酸眠困觉其实是我造成的。哎呀，这时阵会使改雷，我伫阮家现场甲雷一下呢。英主无遐济啦，英主对我讲尔，英主就讲着一寡歌星的名，对，演唱会的名安尼。是。啊，毋过因为演唱会啊，一般来讲拢真爱学英语的名嘛。对，所以甲保留是正确的啦。对啦，因为英语名本来就是啊，就像迄啊，因可咱也无可能甲伊讲，咱也无可能甲伊，咱会讲国际牌呢。系啊，对。这讲出来敢爱加掉。无要紧，阮等下手动甲伊避掉。伫咧改稿的时阵，敢有捌发生过啥物冲突，还是譬如讲老师感觉讲袂使，这绝对袂使改，敢有即种的？阮想要听的是即种冰冰冰冰安尼。冰冰冰冰就是好，乒乒乓乓，就是有一个上老师翻译互我了，我就想讲，这就是夜店的人，你讲话我一定爱改掉，我无爱改，我无爱照老师讲的遮雅安尼。对，遮文雅。但是这普通级的会当改甲偌粗俗。其实嘛无，你哪会粗俗遐想啊？就是夜店内底有一个人讲笑死人，啊，我就感觉讲应该讲一款流行的讲笑死。哦，嘿，结果就是配音员嘛，感觉讲安尼真好，因为真符合迄个气氛。结果老师就迄个改单转来就讲，请改做笑死人。结果老师也跟老师就无看迄个网啊，伊毋知内底迄种笑死。当然，因为对老师来讲是无合即个台语的文化的，伊语感对来讲是怪怪。笑死，感觉怪怪，所以感觉讲笑死人。对，伊会想讲啥物件死去，所以爱加一个人。我讲是安怎？对啊，是安怎会讲啥物意思？啥物笑死安尼？嘿。你若听到华语迄，你爱哭呢？爱哭呢？爱哭呢？是。啥物哭？你听我，你讲我知。你要去呢？我一直，我讲你啊，这讲话，我一直拢无啥适应。我身躯边无迄种普通时讲话遮温柔的人，所以我只有淡薄就是怪怪。哈，无啦，讲笑啦。我今日去爱着你，我心中安尼一条，看到我心开开。想这。啊，所以尾仔即个咧，即个安怎解决？后来无改，无改，嘿，因为阮就是会感觉讲，即个真正是伊嘛无够讲完全是讲毋对的即个状况嘛，只是讲老师是较无习惯，因为老师可能无去夜店耍还是啥，所以老师可能无知影嘿，反正你演啥，反正老师要毋知影讲迄无改吼，一直到放上时阵，伊才发现讲，哈，迄个无改哈。无咧，老师嘛无咧看，因为迄网咖伊无一定兴趣啊。对啊，毋过而且网络无通看，除非因兜有电视啊。安尼就是老师歹势哦，即个我北边来甲电视台欢迎一个啊，就是还有网络啊。你等下甲你拄则你的业主讲者啊，迄钱无够，迄网络报应网络，你去问后一条吼，迄钱无够的问题，对啊，网络迄就是钱的问题。啊，若甲钱摕去买报应款，配音员的钱就迄减较少，安尼你会使哦。我看迄是买一台电视好啊，吼。现实的社会。好，过来我要问宣明，就是即回挑战英主的配音，敢有啥物难忘还是趣味的故事无？难忘就是试音的时阵，我就感觉我一定要摕到这个角色，我就是英主，对，我就是英主。你迄当中都想要唱话无？无啦，迄当阵知影。姐姐讲有啊，我想要唱话，我原本看甲我家说，这想要唱话，我英语歌拢点就 real 的这部，系啊，咁唔算安尼，安尼我定来。礼物啊，你拄则感觉无够假，你迄声音那高水着，
无咧，因为这已经是咱的日常生活，就遮尔古锥安尼，就是会变来变去安尼啊。难忘就是我感觉我一定要摕着这个角色，是我感觉我有法度好好啊表演。因为你原本就有看即出呀，毋是因为我感安怎讲咧？你感觉讲即个角色面你有写我的名，我感觉这个角色有写伊的名，哦，安尼啦领班有安尼感觉啦。啊无你哪会找伊来对无？系啊，一定是还是伊家己来的，无，赶紧报名红包的，伊是啦，啊，记我这你甲我讲啊，我嘛记即个啦。无，等下先互我讲一句大声话，我感觉即个角色若是无我来搬吼，无人适合啊啦。哦，这时阵是毋是爱起一个啥物？我无迄个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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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安尼我想要问讲，就是即个一个团去 YouTube 啊，有网友讲，敢是干嘛的声？对，因为感觉的配音员其实真侪人感觉我的声音你两个声，但是下骹有拜托阮的配音的卖将，大家有分清楚哦。有人讲感觉是像啊，说明是像啊，说明配啥物伫下骹讲的。因为我袂公开啊，你听声知影啦，需要讲，所以我替大家问。但是阮有甲大家讲，就是节目开始播了，阮才会公布就是配音的名。对，就是恁平常时甲别人讲，嘿，我配啦。迄明年的我不能，我下不能啦。对啦，无啦，毋惊播出了后啊，若是真正有人甲阮问的时阵，才会讲啦。啊，所以袂想讲要宣传者。普通袂遐尼紧，就是因为有时阵爱看即个电视台，讲想要阮来宣传，有的电视台较希望讲拢莫讲。但是像进前咱迄可能性调查数的时阵，伊这都有甲阮斗宣传啊。对啊，因为我就是有先问过恁讲，敢袂当宣传？OK， 安尼我才来甲大家讲。其实讲出来嘛，佫较侪人会知影讲有即个节目有即个物件嘛，真趣味啊。系啊。其他讲啥物配音员无人知影的代志，使即摆现场佮讲一个独家。拄则已经有独家配音员唱歌，佮有独家配音员是安怎会行来配音员？佮有啥物？讲了才会使互恁工商服务啊！好啊，我讲趣味的故事，就是我是英主啊，孔明嘛是我的台语配音的前辈，嘛是我的老师。你会使甲伊的名讲出来啊，因为非伫阮的公布。阮即集出来的时阵，会伫下骹公布配名单。对，阮即集可能毋知是王希华老师。对，有下骹嘛有人写啊。王希华老师，真侪网友拢知。对，因为伊就是前辈。对，你想要讲啥？好，我讲话，我袂打掉哦。其实前辈拢是算阮配音的老师啦，就是老师级的啦。所以年岁就较大，伫咧即个故事当中，伊就是孔明，嘛是年岁较大的，我就是一个少年家安尼。所以阮的对话其实都甲平常时共款，伊真侪物件毋知影，就甲你问者，或者是流行的物件，伊就讲哇，这是啥物配？这是啥我就无爱啊！这有即马时行的啊，即马流行的啊。所以恁就是本色出演的对。对，有即种感觉。伊就是有影是孔明，所以你配音内底迄个压杂的感觉是真的。王大哥，你有听到无？伊真正做压杂。叫我问出来啊！缀着时代骹步好不好？叫我问出来啊！你甲看。对，所以就是做真实的。好，还有无？来，营养姐姐换你分享一个。见，工商服务时间就靠你啊！若是我知，我问者。若是像这是先拜啊，你若是有一寡物件是要甲纠正的时阵，要安怎甲纠正？你感觉讲安尼无够好，要甲改的时阵，就甲麦克拍开。歹势吼，拄则迄个当替我讲啥物无？坏掉，安尼。真好咧，大哥讲无爱，无法度，我感觉安尼较好。哎哟，拜托的啦，哎哟，谢谢。你莫当作你奶，我就会原谅你。无啦。来，着小解一好无？过来一摆哦。看起来我即世人真正无法度做领班了。毋过伊真正是最辛苦诶，因为我着甲伊一直改安尼。因为就是孔明嘛，伊拢是讲迄高中诶台词啊。对，伊诶台词上困难啊。真诶，歹讲。天文地理啦，佮一寡有诶无诶，佮讲文法。我做机台后壁吼。
互你加在唱的 rap 的所在是用用原音，无做机台呢，做机台台语老舍的呢。你要请阿夸妹，国文老师啊，网友这样讲呢，讲后壁就是背头的部分叫阿宽妹来配音呢。摕钱出来啊！老师摕钱，你班有想要熟悉无？我会当甲你敲电话阿宽妹。哦，阿宽曼会当，迄签名先开一个。我都无摕着，我都无摕着签名，我都无摕着签名咧。我无。好啦，紧诶，刚上服务时间，紧来好好介绍一下咱的派对卡孔明的放上时间。无要讲，我袂甲听，我会甲即个空白坑进去咯。你两个无？听没有？咱这部已经到这结束，无人要讲我收话。我咧讲 Q 一下啊！派对卡孔明的报纸时间是当时咧，拜六暗时8点到9点。搁有礼拜11点到12点嘛会中播。哎哟，就安尼，咱听起来那么普通。无你敢若写这两条尔。台音做用什么？哦，电视才有啊，网络面顶用音主的声来广告。哦，安尼呢？用音主的声广告。好，派对卡孔明，拜六暗时8点到9点，礼拜11点到12点。你两个玩起来。我想讲咱两个合作啊，对啊。哦，安尼我要用什么声？你内底有啥物角色，就用啥物声。哦，大家听看嘛，是啥物声？多到底要算偌久？对，我家己讲嘛好啊，我家己讲嘛，莫甲你为难啊。你用一个你平时配过的声，大家拢知迄种的，啊，你做伙甲配落去啊。哦，较合，较配你的这个元素。或者是我要用什么声？我想讲，我家己自头讲到尾，你嘛讲一半，安尼就看伊安怎使用。哦，好。你后壁可能我会甲加掉，但是我会甲遮坑落。而且还等一下，刚刚春天因素够现场，因素现场，给他插工到那边来配安尼。我就是遮会 real 的节目。莫讲创空啦！派对卡孔明的放送时间是什么咧？拜六暗时8点到9点，礼拜11点到12点。拜六暗时8点到9点，若是无看到，礼拜11点到12点，搁有中播。水啦！好啊，你可能要起笑来叫，你紧想买。哦，想买。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借问，来敲门，多谢大家努力。所以就是因为声音安尼，然后，哎呀，我被他加掉。拜六暗时8，不，老师，阮这干啥甲加落啊？老师，我干啥甲加落？大家都想要听迄配音员做济，我们看 NG， 我可能后壁好不好？我可能规段爱上后壁。大家都平常听着配好诶，无想要听我们要看才能，有才能咧，介绍，影姐姐介绍，阮袂体个了，阮伫下骹讲这绝对毋是影姐姐，绝对毋是，绝对毋是，绝对毋是。